我唔知自己喺度暈咗幾耐，醒嗰陣，空氣入面有股金屬味，好似血滲入電線咁。頭頂啲燈忽明忽暗，牆上啲監控畫面仲閃緊，嗰啲畫面入面竟然有我，唔係以前嗰啲重播，而係另一個我。佢着住同我一樣嘅保護服，拉住阿玲，一步步行向控制室。我成個人擰咗2秒，腦入面啲聲音又開始亂，係錄影定係佢哋先係真？阿玲同阿欣仲未醒，我唔敢出聲，只係企喺黑影入面望住個屏幕。個畫面入面嘅我舉起一支信號槍，我突然心寒。嗰支槍我袋入面都有一支，我忍唔住摸咗下個袋，手指掂到冷冰冰嘅槍身，一模一樣。電流啪一聲，燈光突然全亮，整個實驗場廳室都照晒。呢度比我想象中更大，像一個醫院加監倉嘅混合體。牆上寫滿代碼同指令，天花板懸吊住10幾條冷卻管，滴住灰色嘅液體。文哥，阿玲聲音沙啞，手指指住前面，嗰度有人。我抬頭一望，玻璃門另一邊真係有3個人影。燈光閃動之間，我清楚睇到係我哋3個，我、阿玲、阿欣，但佢哋嘅動作完全唔同。阿欣喺度喊，阿玲拉住佢，而嗰個我就捉住個門柄，表情冷得嚇人。佢哋好似聽到咁，嗰個我抬頭望過嚟，眼神直插我心入面。兩邊燈同時閃爍，咔一聲，玻璃門打開咗，空氣裏傳嚟陣焦臭味。然後2個阿文對望住，我想講嘢，但另一個已經開口，你唔屬於呢度。佢聲音同我一樣，只係少咗情感，好似 AI 重播出嚟咁。佢話系統每次重啟都會生成新樣本，你哋係上個循環遺留嘅錯誤。然後抬手指向上方嗰個冷卻槽，出口就喺上面，但淨得一個機會，只可以一早走。我心跳得好快，阿玲拉住我手臂，細聲講：文哥，唔好信佢，佢唔似真人。我望住對面個我，佢冷笑咗下，真人？邊個仲算真人？嗰一刻，燈光再閃，系統報警聲響起，輪迴重啟程序啟動，倒計時5分鐘。我哋4個2組，同時望向天花板，嗰啲冷卻液喺加速滴落，像係要重置成個空間。而我已經決定我要搶喺重啟前打開真出口，但要點做？可能要同自己打一場仗。我同另一個我對望咗幾秒，佢突然拔槍，唔好喐。我即刻反應，一腳踢開旁邊鐵櫃，遮咗阿玲同阿欣。信號槍嘅紅光閃咗一下，擊中牆邊儀器，砰聲巨響，火花亂濺，成個控制室陷入半黑，燈光亂閃，嗰啲警報聲夾住人聲錄音，樣本衝突，樣本衝突，佢追出嚟，我同佢扭作一團。嗰下我真係分唔清自己邊個對方，每個動作都同我一樣準確，拳頭打落對方臉上，我都感覺到痛，好似係自己打自己。你想逃出去？佢冷笑，外面已經冇世界。我咬實牙，你點知？你出過去咩？佢冇答，只係用力將我壓喺地上，啲冷卻液滴到我面上，好似冰咗嘅血。我反手撬起一支鋼棒，捅向佢胸口。嗰下我聽到咔嚓一聲，冇血，只係碎裂聲。佢低頭望住個破口，入面唔係骨頭，而係光纖線。你唔係人。我氣喘吁吁。佢望住我，嘴角抽動咗下。你都唔係。佢話完呢句，就整個人倒落地，斷線火花亂閃。我整個人擰住，連呼吸都停咗幾秒，腦入面只剩下一個問題喺回：如果佢唔係人，而我同佢一樣咁，我又係乜嘢？阿玲撲過嚟，拖住我，唔好企喺度，快啲走啊！我回過神，抬頭望向天花板，冷卻槽上方有一個通風口，個蓋重咗。走呢度，我指咗下，然後抱起阿欣。阿玲跟住我一齊爬上去，風口入面又窄又黑，嗰啲金屬管冷到出水，我哋手腳都凍麻晒。後面傳嚟嗡嗡聲，系統重啟倒計時剩1分鐘，快啲！我哋幾乎用爬嘅衝上斜坡，前面出現微弱光線，一道閘門半開，外面似乎有風，我用力叫開門，凍風一湧入嚟，帶住冰雪。阿欣一出門就喊：有天啊，文哥，有天啊！但當我抬頭嗰下，整個人都擰咗，天係灰白色，浮住幾個巨大金屬環，像天上裂開嘅口，地下全部都係冰，建築物歪斜倒埋，像一個凝固咗嘅城市墓場。呢度
真係外面。阿玲聲音都震，我深呼吸，冷氣刺入肺。呢度嘅確冇天花板，冇燈，但太靜，靜得唔似自然。文哥，後面有聲，阿玲話。我一轉頭，通風口入面有人影爬出嚟，唔止一個，又一組我哋，佢哋嘅動作同我哋一模一樣，連呼吸頻率都差唔多。但最前面嗰個我眼神唔一樣，冷到極點。佢舉起一支信號槍，槍口泛住紅光。我咬實牙，原來實驗仲未完，凍風好似都咁劃住我塊臉。我一腳踏實冰面，咔嚓聲清脆得嚇人。通風口後面個我越嚟越近，紅光一下下閃喺冰層反射，好似獵人準備開槍。我用盡力氣推開阿玲，帶阿欣走，去嗰邊廢墟。佢想講嘢，但我敲咗一聲走。信號槍砰一聲射出，火花照亮成個空地。我滾咗落冰層下邊，撞到條鐵管，痛得幾乎斷氣。抬頭望另一個，我已經追到門口，佢背後仲有幾個同樣面孔嘅影，幾個我站喺一齊，像係鏡像交疊，冷冷咁望住我。其中一個開口：輪迴重啟程序已完成，多餘樣本必須清除。我企起身，手指掂到腰袋，仲有一支未用嘅信號彈。我拔咗保險，舉槍指向上方個金屬環，紅光一閃，砰！信號彈直射入天，爆開成個火花圈。1秒之後，整個地面都震，天空嗰啲金屬環開始轉動，發出低沉轟鳴，像開動咗某種巨型機械。幾個我停低，似乎有啲混亂。嗰時我聽到阿玲大喊：文哥，喺呢邊！我轉頭見佢同阿欣喺一個倒塌地鐵入口邊上，冰層下面閃着黃光，似乎係電源系統。我衝過去，幾乎滑倒。後面嗰幾個我開始亂射，紅光亂跳，冰碎飛揚。我哋幾乎係滾入去個地洞入面，冷風被一扇金屬門關咗外面，裏面暖啲，但空氣有股焦味。地底通道窄得只能側身過。我哋摸黑前進。文哥，嗰啲係乜嘢人？阿欣細聲問。我諗咗幾秒，唔係人，應該係被複製出嚟嘅意識投影，系統用嚟監控我哋。阿玲找緊我就口，咁我哋真係走得甩？我苦笑，我都唔知，可能依家先真係開始。我哋一路行到盡頭，前面出現一個圓形門，門上貼住警告標誌，核心層嚴禁進入。門邊有個裂開嘅控制面板，我試下接通，竟然仲有電，螢幕閃咗幾下，出現文字：出口驗證，樣本 A01，我心跳一下，我唔係 A01，我係 A12。不過畫面底下有條細小選項，偽裝樣本 ID，我深吸一口氣，手指掂落去，鍵盤傳來微熱觸感。嗰一刻，我腦入面閃過無數畫面：地鐵水災、避難艙爆炸，另一個自己嘅臉。如果呢度真係實驗場，咁我生存落去嘅每一刻都係佢哋數據嘅一部分。我唔想再被觀察，我只想做一次自己選嘅決定。我輸入 A01，系統停咗1秒，然後傳出驗證通過嘅聲音。門緩緩打開，強光湧入，暖流嘅駐風吹起我哋滿身灰。我聽到阿欣喺後面細聲講：文哥，出太陽啦！我抬頭，係光，真光，但天上仲漂浮住嗰幾個金屬環，而喺其中一個環嘅內側，有數百個監控鏡頭，正同時轉向我哋。我心頭一沉，原來所謂出口，可能只係下一層觀察室。我喃喃講咗一句：如果天堂都係實驗場，咁地獄應該幾靜刻。阿玲望住我，眼底閃過一絲恐懼。風又起，雪花似電視咁飛，而我終於明白，逃生唔一定係出路，有時只係另一場測試嘅開始。